台南嘉义的小农文化园区，因为疫情暂时来休馆，这个园区透过社群平台，让大家伫线顶嘛通啊看展览。 每个假日拢有真个游客会到小农文化园区去佚佗，无论是带囡仔参观展览，也是伫遮看册吸收知识，拢是一个真好的亲子活动。至今配合防疫政策，休馆到6月14。官方特别伫线上推出小学堂，希望讲大家透过网络来参观。 阮主要用一个宅艺术的活动，每天的早起的10点，甲下晡的3点，阮会甲阮这9年来90几片艺术家的活动呢，上传伫咧小农花园区的 FB， 互大家会当在厝的无聊上课了后，无聊时间小朋友会当滑手机上去看一下，吸收一下这些艺术的知识。 官方伫逐工早起10点到下晡3点，拢会上传精选的影片甲文章，提供民众伫线上进行一场艺文的飨宴。另外，官方嘛利用休馆的时整修甲摒扫园区，等待会使重新开放的时，互游客会使有一个舒适佮清气的环境。